这个袜子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啊？眼熟吧？这个是你前天穿过的那双啊。啊，不行，姐姐，拿走！不行，怕什么？不行，这个袜子别是我亲手帮你洗的，受不了，可干净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，但是千万别让我穿这个袜子。哎，赖赖，你走之前可是说过了，他走之后家里什么事情都我负责，不行，给我穿上啊！姐姐，快来人看帮助！你们有没有人在啊？喂，吃点水果吧。看着，今天这个葛优躺不错呀。看下面，脚。什么脚？是袜子。就是因为这双袜子，我今天一天在公司都是全身上下腿发软，还让常志成看了我的笑话。我现在终于体会到什么是人鱼公主变成人的感受了。什么感受啊？就是每一步都像走在刀尖上。